喺瑞銀證券嘅交易平台買賣證券，既簡單又安全。首先，登入瑞銀數碼理財，選擇市場及交易，然後揀選買入指令，撳下拉式選單，然後揀選所需嘅託管賬戶。如要搜尋金融工具，請輸入有關嘅名稱、符號、ISIN 或者 REIT， 結果將會根據資產類別分類，喺你想買入嘅金融工具旁邊撳買入，再輸入所需嘅數量。如果工具喺多個交易所進行交易，請選擇有關嘅交易場所，選擇指令類別，設定限價或者觸發價格，然後選擇有效期，撳下拉式選單，然後別選一個現金賬戶，撳下一步繼續。喺你繼續之前，系統將會自動執行交易前檢查。如果你嘅指令因紅色警告而無法處理，系統會要求你聯絡你嘅客戶顧問。如果出現黃色提示，系統將顯示通知信息，你可以選擇繼續執行指令或者返回。如果冇特別需要你注意嘅，你可以繼續查看並提交指令。提交完成後，系統將會提供一個特別嘅指令號碼。依家我哋就睇下點樣喺網上出售證券。登入瑞銀數碼理財，選擇市場及交易，然後揀選賣出指令，撳下拉式選單，然後揀選所需嘅託管賬戶。喺你想賣出嘅工具旁邊撳賣出，再輸入所需嘅數量。如果金融工具喺多個交易所進行交易，請選擇有關嘅交易場所，選擇指令類別，設定限價或者觸發價格，然後選擇有效期，撳下拉式選單，然後揀選一個現金賬戶，然後撳下一步，撳提交賣出指令做確認。提交完成後，系統將會提供一個特別嘅指令號碼。最後，我哋睇下點樣取消一個有待處理嘅指令。你可以喺指令概覽頁面提出取消要求，只需選擇有待處理嘅指令，然後撳取消指令。